所有的法案先要从各个相关委员会审查通过，这个法案才能够成立。而我们黄复兴所推出来的立法委员，多数当选的多数都在国防部这一个委员会，可以说是占绝对多数。而我们人们所有的权利和福利的法案都在国防部委员会。民进党的高层他们都非常的清楚，有伤害人民的法案根本到不了大会，在国防委员会就会被打回去。所以他们不但不提，反而做了一个顺水人情。因此我们人们中卷这一票一定要投给我们的冯玉光。冯玉光大家对他认识都非常的清楚，他无时不在为我们人们人卷来争取福利。他可以说没有人可以取代他。他在立法院也是我们人们永卷的发言人。各位同志，年底的选战，我们人民永卷来说太重要，大家都非常的清楚。大家想想看，如果黄复兴提名的立法委员不能够当选，或者是中央党部所提的立法委员也能够当选少数的话，那在立法院我们就变成了少数。由此以来，民进党在立法院如果来配合了台联党，它就会变成多数，大家可以想得到，那我们岂不是就是引诱他们在顾？再说起来，就像李登辉一样，他可以说对人们很自由。相反的，我们对李登辉也没什么好感。大家还记得吗？在去年有一个人们把他用红墨水从他背后拖下去，他认为这是他终身的奇耻大辱。大家想想看，有了机会他能报复。因此我们要精诚团结，全力支持冯旭光高票当选连任。各位同志，只有团结才有胜算，团结是胜算的不二法门。再来，我们的县长选举，海南县光复的日子就快要到了，那就是年底的县长选举。在很多耳语中，我们可以知道的、听到的，吴博士绝对是一位穷官，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家庭里，苦读有成。他个人身上有3个这个博士的这个学位，敦厚诚恳，深知民间的疾苦，也深得民心，绝对是一位好的父母官、大家长。我们必须全力动员。至于动员，也可以说要从我们个人做起，不管是党员也好，人民也好，要从自己去做，从我们的家人去做，再就是我们的坊间的左右邻居、亲戚朋友、同学同事，大家一起来
将吴平基博士送到县长的宝座。大家说好不好？好。谢谢各位。各位大哥大姐，这个我们本党的县长候选人吴清基博士，因为要准备下午的辩论会，在县政府大中祠堂的辩论会，所以不能亲自到场。但是他竞选总部的副总干事梁宗礼先生来跟各位支持，我们大家热烈鼓掌，请梁先生为我们讲几句话。主委，各位先进同志，今天我们聚集在这边来纪念我们的党庆。那么县长候选人吴清基博士今天的行程